物理急救站今次1分鐘同大家講翻 longitudinal wave 頌波熱點樣去處理啦。通常我哋俾人問到嘅就係 wavelength 係幾多啊 ，amplitude 係幾多啊，甚至粒子向左定向右走定係唔喐嘅情況。記住 CR 大法啊嚇，所謂 CR 大法其實就揾翻個 centre of compression 同埋 centre of rarefaction 出嚟，揾到密部中心、疏部中心，乜都做晒㗎啦。因為 C 至 C、R 至 R 就一定係 wavelength 嘅情況啦，而 C 同 R 正中間嗰一粒咧一定係行到最遠㗎。所以而家睇下幅圖畫，只要你喺正下方出現嘅粒子，例如我指住呢一粒正下方出現喎，佢有資格做呢個 centre 嘅情況，而且左右兩邊疏落到冇朋友嘅情況，佢就係 centre of rarefaction 疏部嘅中心啦。而至於而家所指住呢一粒啦，佢就係 centre of compression 嘅狀態啦。咁所以當你知道個 C 同埋 R 嘅時候咧，咁邊粒先係唔喐啊？記住，C、R 正中間嗰粒就係唔喐嘅粒子 ，C 同 R 係喐得最快㗎，而且記埋佢，因為 C係同我哋個浪同方向走，所以個浪向住右邊走嘅時候，個 C centre of compression 就係向住右邊行嘅情況啦。而至於 rarefaction 就會反方向咁走，記咗佢啦。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